咁我同佢點樣相處啊？我哋就係兩個男，即係兩個男人老狗咁樣咯。假如1年之後，你連僅餘嘅1成視力都即將失去，你會選擇如何去花你餘下嘅時光呢？自小患有視網膜細胞退化症嘅 Walter， 喺大學同就業期間都飽受拒絕，種種閉門羹嘅經歷啟發咗 Walter 成立聯校傷健大專人才庫 CareER， 將自己最後嘅1成視力以及全副時間同埋心機都傾力投放喺高學歷傷健青年嘅工作上，協助同路人進行工作配對，投入社會。嘅就業道路咧，其實係咪真係咁容易咧？好多機構好似當我係一個勵志故事，一個紀錄片咁樣，就好似個 interview，佢完咗之後就會話俾佢聽，啊好好啊 ，Walter 好感動啊，聽到你嘅故事，加油啊，繼續。但係咧，有冇機會咧？其實一個人才，如果佢畢咗業之後唔能夠將自己嘅能力去發揮嘅話，其實人才都會漸漸就會流失咯。大專嘅殘疾學生就係冇一個地方去承載住佢哋，而我哋希望就係建立一個組織，係成個社群一齊去成長，鼓勵到一啲僱主咧係可以聘請到佢哋。我自己當年有一間美資公司叫我去即係申請做實習，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話俾佢聽，原來你嘅師兄師姐原來都能夠入到啲公司，咁佢就相信，然後真係去放膽去申請一啲工作。開頭就真係冇 expect 話透過呢個機構揾一份工嘅。原來有一啲人可能個 case 比我更加嚴重，但佢哋係比我更加樂觀，自己嘅弱點去更加去克服到嘅時候咧，個信心會更加大咯。佢開始慢慢揾到自己嘅價值。殘疾人士啦，其實好容易會收埋自己，希望一啲有能力嘅殘疾人士，其實係話俾人聽佢哋嘅能力，去將佢哋嘅知識，去將佢哋嘅能力，將佢哋嘅經驗一代一代咁樣去傳承翻俾我哋之後嘅人，係走出自我，從自己出發。Walter 奉獻佢最後嘅1成視力，為嘅只係希望展示傷健人士嘅工作能力，啟發香港每一間機構設立機制，讓傷健人士有平等嘅工作機會，令香港成為一個真正多元共融嘅都市。你以為佢有好多事物都睇唔清，其實佢睇到嘅比我哋更多更用心。佢係 Walter 崔宇恒。